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6月2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虽然今年的山野受到年初旱害甲豪雨影响，山野产量大减少。不过，今年台南国际山野节已原伫咧夏季一天如期开跑。上午市长伫咧记者会正式向民众宣导，对今仔日开始到7月17号为止，活动侵入山野山区，不只是食上界新鲜的山野。佮结合观光旅游产业，希望扩大经济效益。所以讲，望正夏季山野落地，正代表山野丰收上市的季节。水墨河市府选定6月21号夏季之天，正式推出迈入第4档的台南国际芒果节。虽然今年山野受到年初寒流甲连续豪雨影响，产量比往年少真济，不过市府有缘持续协助农民行销国内外。以芒果节来提醒民众山野产季来临，同时结合观光旅游来降低减产的冲击。咱今仔日伫遮宣布讲这个按第4届台南国际芒果节正式开始今仔日伫遮甲大家报告今年较无遐好年冬啦咱山野这个开花期拄到落雨地数讲，咱这个结果的情形无真好差不多估计起来，阮用土地落甲花算的，差不多过去旧年的2成的产量大概估计差不多有2万吨左右啦所以旧年你若食一箱的可能今年更爱食1粒2粒尔虽然面对今年山野欠收继续较悬，不过为了扩大产业的效益，结合地方的特色，会当看见所有相关山野各式各样的加工品研发，以及带动山野立菜甲烘焙产业愈来愈澎湃，毛市长相当欣慰。今年年冬虽然歹，但是呢，咱望后冬啦袂使讲年冬歹，当然无办。那国际的采购断了之后，那明年一定丰收那这个货就很难有出路所以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包括严副市长，包括许局长也包括各位区长还有农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这个是如期举办，就是希望呢未来我们外销这一条路线能够源源不绝，而且越来越好。对农民能够提供进一步的保障。2、1，请揭开台南芒果耀眼登场。伫市长甲所有贵宾正式宣布芒果节开始以后，活动一直到7月17号，分别伫玉井、南华、大内、南西甲左镇拢无同的主题，希望去民众做回来食山野、西产地，体验上界新鲜的滋味。但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伫咧议会民政委员会议员提案当中，由议员蔡玉辉提出，建请市府对各社区发展协会活动补助款，会当依照附属团体数量，由1档2万修订为2万至4万。对此，社会局表示必须要搁做研议。根据议员蔡玉辉建请市府对各社区发展协会活动补助款，会当依照附属团体的数量，由1档2万块修订为2万到4万。对此，议员王家珍、李美燕希望会当再提高补助。现在可能要求的说，你针对协会本身的量，那2万块是不是可以做一点稍微调整一下？他们个人的额度以他们个人的一个额度，各个协会的额度是不是做调整？这个部分你可以做处理吗？第一个，效率上来讲的话，你也不能拿准，因为不是你做主。第二个，数字上来讲，你也不是拿准，不是你做主。不能做主不表示你就不能做事嘛，不能做主至少是说因为长官给你压力，所以你不能做主，结果你在市议会大家都哪里来开刀？议员区里认为，在各社团的补助经费上，也是要考虑到公共性。
社会局，你既然是权责单位，你应该要同意议员的提案，就是说你们保留一个权责去做一个弹性的调配。那不要在这边争论说你的时效上面呐，或怎么样这样子的官法，我想是没有办法争论结束啦哈。但是也请各位议员要考量到这种社会补助款，它的公共性是否用在于每一位民众他在纳税的过程当中，他所受的公平正义的对待。那如果它是一个少众的所谓的社团补助，那我们把它弄到台面上来做2万到4万的锱铢必较的话，我想也会让没有参与社团的市民，他们认为他们所缴的税金缺乏其公共性。社会局表示，补助费的调整可能也是要考虑到经费的分配，所以针对议员提案，必须再做研议。电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针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儿童的特性，基于医学中心甲台南大学特教系硕士班合作，特别搭配囡仔兴趣，伫咧病院自动挂号机顶面设计一道 ADHD 游戏式的卫教平台，对当中教导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概念。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儿童容易分心、匆忙，借着应对声音影响的注意力。基于病院精神科甲台南大学特教系合作，开发一套触控的游戏卫教平台，运用小朋友爱耍游戏的特质，为佚佗的过程当中教导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概念。我们过动症的小孩子他常常是有那个注意力不足的问题，他持续没有办法很久。那第二个是，他可能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以一下子他的一个本来要聚焦的你就忘记了。那可是其实过动症其实是孩子其实大部分都是聪明的，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特征，就是说我们利用一个新奇性的部分，因为他们对东西非常的新奇，会有很高的专注力。第二个，我们希望时间不要太长。那在他在一个很快乐、好心情的部分的话，让他了解到注意力不足是什么特征。那我们游戏当中，我们也会趁这个机会让他知道说他怎么样跟人家相处，还有这些问题其实是有方法可以去做学习。那只要在一个练习之后，他就可以做一些改善。基于病院将这个卫教平台甲自动挂号的机器结合做伙，让小朋友来到这会动手操作，借此改善专注力无够的问题，也让家长伫陪伴囡仔耍的过程当中，对这个镜头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们设计的时候，我们会邀请爸爸妈妈一起进来。那这个目的就是说，也许你不一定是有ADHD 的孩子，可是你可以知道什么是 ADHD， 还有怎么样跟 ADHD 孩子相处。他们这个东西不是什么个人意志力不足的问题，而是他们需要一些程度的帮忙。还有怎么样正确引导他们。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把他操到死，这样子是不对的。我们希望说根据孩子的一个特质，我们去做适度的调整。所以就这个游戏来讲，我们的对象的话，除了是给 ADHD 父母之外，小朋友之外，我们也是希望 ADHD 的父母在陪孩子的过程当中可以了解。那周边的师长或周边的朋友，你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游戏去了解到他们有什么特质，还有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另外，基米病院也有在第7月23号举办 ADHD 儿童甲家属的座谈会，透过演讲教导父母安怎陪伴 ADHD 的囡仔，让伊会当被友善对待。电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第27届G2 30的活动，号召151名医护人员甲志工做伙进行12点钟的体验，用实际行动支持，也希望带动来病院就诊的民众共同关怀国内的贫困儿童。社会上有真侪因为天灾、战争，或者是家庭有重大变化的儿童，可能连食一顿饭拢有困难。对此，由台湾世界展望会甲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共同举办的G2体验活动，就是希望大家透过实际体验来帮助弱势儿童。我们也很关心这种儿少的生存权所以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所最关心的。像国内来讲。其实我们国内，我们从921开始，一直到88风灾，还有一直到817爆，还有我们今年的台南的地震0206的地震
这些的我们这些像你们今天参与的这样的活动，就是饥饿30来讲，它就是帮助像我们国内有这样的急难家庭，或者是有灾害的家庭哈，所以你们的一个小小的体验，但是却是对我们这些家庭一个大大的帮助吼。台南病院号召151名医护人员甲志工，伫今仔日无食固体食物12点钟。副院长杨怡清表示，这个活动不但会当关怀弱势，而且对着平常时的饮食过量的人来讲，暂时无食物件对身体也是有好处。其实适当的饥饿，就从医学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忙的哦。透过适当的饥饿，其实有时候反而会启动我们身体的一些基因，让能够我们的这些保护的基因能够启动，让我们的细胞的凋零可以延缓哦。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现代人的生活都其实是饮食过量的，所以我们透过今天这个活动，我想一方面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对身体其实有好处其实大家可以延年益寿。那一方面，透过这样的体验的饥饿让我们知道这些问题那我们大家可以携手合作来改善全世界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议员林美燕也特别来响应这项活动，甚至也表示将甲议员陈培雅伫暑假期间做伙提供免费的中昼顿，互弱势儿童，互因伫无去学校的时间，也会当享用到营养午餐。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安南病院对102年开幕以后，103年就加入无分病院行列，同时下下无分病院的认证金奖。今年该院为着要扩大推广改分行动，特别结合社区办理各式各样的分害宣导，同时邀请济改分成功的民众来分享，希望让决心的民众会当透过专业门诊轻松改分。大家知影食薰对身体健康无好，毋过一旦习惯就真歹改。所以安南病院为了关心民众健康，嘛落实无薰病院政策。上午经联合男心理用突破气球的仪式，共同宣誓拒绝薰害。同时邀请6位成功改薰的民众，将过去上届假的薰熬断，希望改薰毋是嘴讲讲，而是真正离婚、离开薰的危害。其中郑明雄这对爸囝嘛用关心甲坚持，同时透过专业门诊，以成功改婚的经历，甲大家分享。改婚的过程无啥货啦，只要有决心啦，坚持就对啦，你就绝对会成功啦。来这边戒烟，我本来有自己戒过了，然后都戒了 N 次都戒不掉，然后来这边戒，然后有吃那个药。真的就是蛮轻松戒的，然后如果想要戒烟的能来这边，真的。我们医院就是从开院的时候就开始推行戒烟，那这个戒烟的活动事实上对民众是非常好的就是说抽烟呢，它不但可以引起肺的疾病而且对于心肌梗塞还有这个脑中风都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因此，因为在所有的在医院里面，所有的医师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一律来推行戒烟但是呢，民众对戒烟呢，虽然有些他是想戒烟，可是他没有决心，所以在参加医院里面的这个戒烟活动，还有对于这个烟可以有替代的这些药品让他可以把烟瘾戒除。当然，最重要就是要有决心这个决心是最重要的过去民众都认为改婚真正足困难，不过其实根据统计，经过改婚门诊的协助，改婚的成功率会当增加10倍。所以病院嘛希望婚友都有机会领到无婚人生的身份证，为幸福加分。台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这个国小用心照顾身心障碍后来学童，这个帮助一名患有重度自闭症的学生，从伊国小1年啊到3年啊这3档外来80多件作品，伫咧后来图书馆进行为期7天的展出，希望借此增加伊对家己的自信心。你的手，来，子璇，你的手，不可以，不可以，拿了，不可以，这里，拿了，这里，慢，慢，这里。慢，好，叫他吃，吃，快点吃。让他盖住了啦。伫德国国小教学老师拉拉的陪伴之下，有重度自闭症的国小3年学生林子全，伫咧面对人群的时阵，明显还袂遐紧张。有今仔日的表现，会当举办这场多个创作展，学校甲家长的用心照顾以及陪伴，发挥了真大的效果。他在1、2年级的时候，在人际互动上非常的弱，他必须要透过不断的刺激，在人际上来做互动，才能够慢慢会学会跟你对话。那因为我们有拉拉老师来之后，跟他做互动之后，整个学习的进步又更加快。他会开始问问题，我有时候忘记他是有这样的限制，他问得很自然，我也回答得很自然，我忘记他是有一些限制的学生，所以他在这1年多来的学习的进步我觉得他非常的明显。那我们班在做那个拉拉的这个，就是那只狗拉拉的一些绘本的时候，他画的图也是蛮漂亮的。就是我觉得像他们这样子的小朋友，其实他可能有些其他的天分呐，所以我觉得他的陶艺的这一个特展，可以让人家看到说他在这方面不一样的一些能力。这挂作品总共分做8系列，有关食物、动物、卡通、日常用品等等。80多件的作品是林子全伊用3天的时间，一件一件慢慢啊做出来的。伊的爸爸也希望借此，互较侪小朋友会当了解伊，互一般生甲特殊学生之间会当互相理解并好好斗阵。主要是学校它本身也办学很认真，然后学习中心自己主动提出说，让这种办这个参展，让这种所谓特殊儿童有一个自我的自信心。然后所以说，我们也当下听到老师跟校长愿意跟我们这样办的时候，我们也很高兴。我们想说借此这一次的一个办的首展活动，然后对特殊生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让大家的特殊生都会有一个自信心，然后一般生也不会对这种些特殊生有一些歧视。借由这挂独一无二的多个创作，互咱更加了解林子全的心内世界，并鼓励伊伫咧学习的路上继续向前迈进。等新闻网早张伟忠采访报道。后火车站知名百货公司内底，上午新餐厅进驻开幕，主打日本风味的涮涮锅，吸引济民众来品尝。业者也非常的大心，伫咧开幕当天，就邀请了济社会局辅导的弱势家庭食中昼顿，希望大家做伙发挥爱心，关怀弱势。在日本舞蹈的开场之下，新餐厅涮奶液日式涮涮锅正式进驻。在咧开幕这一天，业者为着要善尽企业责任，非常大心，邀请济社会局辅导关怀弱势家庭来到这食中昼顿，场面温馨。3、2、1，请揭幕。让我们邀请到我们卡哇伊的日本美女，还有我们小客服，以及我们日本酸奶液，我们的
大圆柏呢，这个善尽企业责任。那从董事长，我们的徐董事长，还有他们的在地的我们的毛店长，那当然今天他们企划长也亲自来。那我想，大圆柏在一路这个10-20年来，他们所做的公益真的是不计其数哦，而且关怀的层面非常的广，不管是儿童，不管是这个大人，那只要是有需要的，他们绝对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关心。餐厅内底设有野菜农园吧台，让每一位来用餐的人客，拢会当看到食材的新鲜程度，同时佮采用着日本风味的酱料，希望互咱台南乡亲会当食到上直接的食物原味佮日本风味。台南有很多的那个餐饮、餐厅、小吃哦。那如果我们公司要一下子赢过这些店，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我们涮乃叶就是有准备了这个近30种类的蔬菜的这个野菜吧，然后主打的诉求就是健康新鲜。平价消费又阁会当食较饱的日式涮涮锅，因为食材非常的鲜，食起来有清甜的滋味，也欢迎民众亲自来食看卖啊，感受食物的原汁原味。台南新闻网早张伟中采访报道。过去俗称米家的新米家，这半冬外来，伫咧进驻业者的齐心宣导甲用心之下，不只互老家有了新的风貌，嘛开始带动了世界的人潮。其中有冰淇淋专卖店，2冬前伫遮开店以后，就以这种的口味，甲台南潮湿的水果作为卖点，吸引袂少人客交关，甚至即马已经进军奇美博物馆。位伫新米街巷仔内检采一无注意的所获的冰淇淋专卖店，其实2冬前头家娘已经对台北回乡打拼，无意中伫遮成租，也才坦诚当初真正无啥人气，一直到这半冬来才渐渐兴旺，感受人潮。会当看出的是，虽然店内以现代简单的概念来设计，并无保留老厝的元素。不过重点是要让消费者体验伫新甲旧之间的气氛来食冰，有另外一番的滋味。因为新美街现在就是有新跟有旧，它其实就是还保有一个老街的一个氛围，所以就是我们希望客人是可以在巷子里面钻来钻去寻宝的时候，然后可能无意间看到我们，然后就走进来吃一个冰淇淋，然后休息一下，然后休息够了，然后再继续他下面的旅行，不管生活然后旅行都是一样。当然，为了做出特色，业者规年冬天干那冰淇淋的口味都有20-30种，而且差不多3-5天就换一项。多元的选择加上符合当地适应的食物原味，嘛是一种对品质的坚持。我们家的冰就是用天然的食材下去做，那我们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跟香料。像焗辣的部分，我们就是用台湾在地的食材。那水果的那个缩北的部分，我们就是会用当令的水果、当季的水果，然后尽量不会使用进口的或者是冷冻的水果。那我们尽量要呈现的就是食物原本它的自然的滋味，这样子。开始现在业者拄来伫稳定当中成长，甚至今年初嘛进驻奇美博物馆，知名度大大增加。业者表示，预计今年7月暑假旺季嘛将推出促销回馈，表大家感受冰淇淋的丰富。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温度28度至33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雨力3级到4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6月21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